其實我覺得一隊好嘅樂隊並唔係話講求技術或者係點樣。其實好慶幸認識到Season 4，因為知道呢2日嘅時候咧，我哋基本上我琴日都有嚟咗睇嘅。其實佢無論咩樂隊玩緊嘅時候，佢都喺個場裏邊。頭先啱今日有啲我都今都算係6點零鐘早啲到啦，咁但係見到有隊樂隊咁喺後台講個 show 冇人睇嘅，跟住之後佢到佢自己玩完之後就隊樂隊就自己走咗。咁我想講一樣嘢就係，如果我哋作為一支樂隊，想有人去欣賞你音樂，想你享受你嘅音樂嘅時候，其實應該自身係要去支持香港嘅樂隊，係咪？所以俾掌聲 Season 4。我琴日無論喺琴日嚟到呢度同埋今日嚟呢度嘅時候，其實喺每個角落都見到佢哋嘅隊員，俾掌聲佢哋。我希望在座所有嘅樂隊都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大家做唔做得到啊？係啊，俾少時間嚟準備下我哋樂嘅戲，好唔好先？好，亦都俾掌聲 Caravan， 我哋亦都喺每個角落都見到你，係啊，咁樣先係一支好嘅樂隊。咁一定要有咁嘅精神，有咁嘅想法，我諗我哋香港嘅 band 壇先會越嚟越好。亦都需要一啲好似阿松嘅搞手，係咪？咁我哋香港 band 先會越嚟越好。俾掌聲佢。世界路線方法我都知道，我盡食人細心，唯有你最是看到。風雨裏追求，霧裏分不清影蹤，天空海闊你與我，不再想你，眾生小心，這屬你。